Hello，我係 Lucky。繼上集我哋講完移居日本嘅資金篇之後呢，今次條片咧想講一講我係點由零開始學日文嘅。冇錯，今次係日文篇啊。咁入正題之前呢，我先分享一段我3年前同日本人嘅一段對話啦。咁當時我哋傾起英文呢個話題嘅，我問佢日本人係咪唔太講或者係唔太識英文啊？咁佢就答話：以我所知咧，高中嗰時咧，我係全班都冇人識英文嘅。咁我又問啦，咁點解你哋唔學英文咧？而佢反問翻我轉頭，用唔着嘅語言學嚟做咩咧？但係呢3年喺日本生活過之後咧，我係發現無論工作上啦、生活上啦，係基本上係唔需要英文嘅。OK， 你真係唔識一句英文咧，都係完全係生存到嘅。而相反地，日文就係一個必需品喺日本。雖然而家好多商場啊、啲藥妝鋪啊，甚至市政府即係區役所啲咧，都係提供啲中文服務啦。某程度上，你識中文都可以生存到嘅。但係你識日文嘅話咧，係毫無疑問地可以大大擴闊你喺日本嗰個生存能力嘅。但係日文又唔係一個容易學嘅語言啦，所以今次呢一條片咧，Lucky 係會分享翻個人咧係點從零開始學日文嘅，並且以5個階段：一、50音階段；2、旅行日文階段；3、認真學階段；4、懷疑人生階段；兼5、重拾熱情階段。呢5個階段咧嚟講翻我係點學日文嘅。但係你身以免誤人之地咧，你哋千祈唔好學我呢個方法啦。點解咧？馬上去片。首先第一階段50音階段，我諗好多觀眾朋友同我一樣啦，都係細細個睇日本卡通大啦，玩 Game Boy 大啦。所以唔多唔少對日文都係有啲認知嘅，例如13、14啊、干巴爹呢啲咧，我諗個都識噶啦。但係50音毫無疑問係開始嘅最難關啦，畢竟係完全唔同嘅語言嚟噶嘛，唔同嘅文字、唔同嘅語言。我記得我細個大概8、9歲嘅時候咧，就買一本即係50音嘅書啦，兼 DVD 啦。咁我記得嗰時 DVD 就擺落去 DVD 機啦，咁係播2分鐘，乜都睇唔明，之後撳翻出嚟就播翻哆啦 A 夢。咁從此之後個 DVD 咧，我冇睇過啦。OK， 咁直到幾時先學翻50音咧？我係直到我大學嗰時咧，翻緊書局 part time， 係啦，因為書局比較得閒啦，咁我喺翻工嘅時候咧，就拎住本50音嚟睇啦。咁就係嗰幾個月嘅 part time 時間咧，死背爛背就背死咗50音啦。雖然呢個階段我算係死背嘅。然後第2階段旅行日文階段，我諗都係同各位差唔多噶啦。早啲嘅可能中學啦，但我係大概大學嗰時咧，先係第一次去日本。唔去猶自可啊，一去心囉囉。去完之後咧，發現哇正喎，哇景靚，服務又好，動漫嘢又多，可以話係真係讀 L 天堂啦，真係開心。去完一次之後咧，就心思思緊第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次噶啦。所以你話唔學翻2、3句旅行日文咧，真係唔得嘅。咁我嗰時係睇 YouTube 睇下邊個，睇下 Liu 同埋 Yuma 嚟學啦。我諗中意日本嘅朋友咧，應該唔多唔少都睇過佢啲片噶啦。例如係便利店嗰啲對話啊、商場啊、買嘢買衫落 order 啊、問路啊呢啲咁嘅旅行場景咧，我都係靠 Liu 同埋 Yuma 啲片嚟學翻嚟嘅。即係呢一類常用嘅日文咧，我記熟佢先。咁到時同 friend 去旅行咧，都係拋下書包啊嘛，係咪先 ？OK， 但係以啦，覺得佢個人經驗咧。好多朋友會停留喺呢個階段就放棄咗啦。咁一嚟可能認為旅行日文經驗夠用啦，二嚟咁的而且確咧，旅行日文經驗係夠晒你去旅行噶啦，已經係。畢竟生活上唔會用到日文咧，你都好難有心機學啦。所以第3階段認真學係點觸發嘅咧？個人認為每個人咧都有啲觸發條件嘅，例如係中意啲日本嘅 idol 啊。中意日本嘅明星啊，中意日本嘅日劇嗰啲啊，而 Lucky 就係典型中意動漫啦，冇錯啦。第3階段咧，亦都係我最毒嗰個時期啦。嗰時係晚晚追新番啊，聽日文歌啊，睇漫畫啊，基本上係唔揀擇嘅，任何嘅動畫漫畫咧，我都會睇一睇啦。而同時中文程度有限啦，好多時你想追嘅時候咧，發現係冇人翻譯。或者係啲大神未翻譯得切，一啲生肉版本，即係未翻譯嘅版本。好記得嗰時我係追緊 Re:Zero 啦，追緊呢個從零開始嘅異世界生活。而當時佢最新嘅劇情竟然係去到小說先有啦，
當時我係勁想知之後講咩，勁想追嘅，所以當下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學翻日文。所以最後我係把心一橫，喺2018年嘅3月度咧報名咗呢個 JLPT 嘅 N2 試。嗱，點解一開始一嚟就 N2 咧？咁一嚟咧 N2 係公認嘅日本嘅入場券啦。假如之後去日本可能生活啊、做嘢之類咧 ，N2 係必須噶啦。但係當時我係未諗咁長遠啦。而二嚟咧，日文真係衰嘅，因為日文有漢字咧，會令你有錯覺，你係睇得明佢講咩。咁當時我係上咗 JLPT 嗰個官網咧做一個測試啦，發現我好似 N2 都答得都啱幾題喎，可以試一試喎。所以最尾就報咗 N2 啦。咁然後接下嚟嗰4個月咧，我點學咧？我真係 all in 式咁學嘅。正確嚟講，我係 all in 兼應付考試式嚟學啦。就係操卷兼操卷，操模擬卷，操 past paper， 日操夜操，一個星期起碼做1至2份，冇停過，不斷喺度做嗰4個月，頭尾大概做咗成20份都一定有噶啦。咁然後我淨係記試卷上面嘅生字啦，試卷上面嘅文法啦，兼且熟悉翻個題型啦。咁最後咧真係屎忽撞棍，俾我合格咗。OK， 4個月 N2， 我嗰時周圍同啲 friend 講，周圍同啲同事講話我4個月 N2 啊，4個月 N2， 好開心，好有成功感，係非常之有達成感啊！但我細估唔到咧，呢一個係噩夢嘅開始。第4階段懷疑人生，亦都係最長嘅階段之一。咁考到 N2 之後，真係誤以為自己有語言天分啦，係學霸啦。同年9月咧，我係轉過手報埋 N1。OK，2018 年嘅9月轉過手報埋 N1， 並且沿用翻同一個方法嚟不斷操卷啦、操 past paper 啦，諗住複製翻同一個模式啦。但係操卷嘅時候咧，我竟然知唔對路啦，因為我係完全唔識，真點完全唔識，基本上90%嘅題咧我都係唔識嘅。所以操咗成幾份卷，發現咧係冇一次合格嘅。然後12月份入場考啦，第一次考啦，大炒啦，得嗰70幾分啦。然後唔忿氣啦，再報啦。我係19年嘅9月咧再報嘅。咁呢一年咧，我不斷都係有操卷啦，兼且認真溫書啦，買啲教科書嚟溫啦，嘅啲卷之外嘅生字啦，啲文法啦。19年10月再考再炒，仲要係大炒。好似都係70幾分，冇加冇減。咁嗰刻咧真係懷疑人生，唔敢再報啦，因為事不過三啊！我好驚第3次再炒咧，我從此之後係冇動力再去學日文啦。所以之後就停咗溫書啦。但係你話睇動漫啊，即係唔用字幕，唔係應該用日文字幕睇動漫啊，睇啲日文嘅漫畫啊，兼日文輕小說咧，我係 keep 住有做嘅。然後第5階段重拾熱情階段，咁我2022年決定嚟日本 working holiday 之後咧，雖然當時知道 N2 經已可以揾工噶啦，但係我第一時間係即刻報翻原學校先，因為我知以前嗰套自學嘅方法咧係錯晒嘅，冇基礎啦，冇打底啦，識啲漢字但係完全唔識文法啦，所以我係好需要老師嚟調教翻我轉頭嘅。而我記得啱啱返學嗰時真係精彩咯！我當時嘅班主任兼老師咧係非常之嚴格嘅日本人嚟嘅，佢亦都係毫不客氣、毫不留情咁嚟瘋狂羞辱我啦。咁點講咧？我好記得嗰時佢話：等陣先，我扮翻佢個認真樣先，我要扮翻個認真樣先。佢話：喂，得佢，你嘅 N2 係咪買翻嚟啊？連樓下幼稚園啲文化你都唔識嘅？哇！聽完之後一刀咁斬埋嚟我心口度，好痛，因為我真係唔識。然後佢叫我買一本初級日本語文法嚟自學，嚟補翻啲日文底。之後基本上每一堂都俾佢鬧噶啦。所以呢半年俾佢調教完之後咧，加上日本嘅實戰生活之後咧，生活實戰之後咧，終於開始係識得聽識講日文啦。所以讀完半年之後嘅2023年3月，我再報呢個 N1 咧，7月再考咧，今次終於合格啦。OK， 由冇到 N2 咧，用咗4個月；由 N2 到 N1 咧，用咗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用咗5年啊！
足足5年時間 N2 到 N1。好啦，咁以上就係5個階段嘅分享啦。咁各位認為係咪完咧？係咪 happy end 咧？相反 ，N1 先係開始啊！咁之後開始返工啦，入咗間日資公司啦，先知道 N1 同日本嘅工作環境嘅日語係有幾咁鴻溝啊，幾咁大差距啊！咁引用翻我之前個班主任嘅講法啦，我當時問佢 N1 係咩程度咧？對日本人嚟講，咁我阿 Sir 就諗一諗，就答 N1 大概係日本嘅高中生程度啦，高1、高2左右啦，變相即係方科方塊啦。所以你試想像下方科方塊嘅語言能力入到社會、入到企入邊咧，當然地係未夠 level 啦，係咪先？所以今時今日我依家依然都學緊日文嘅，亦都感受到學一門語言真係冇盡頭啦。畢竟有時中文都有你唔識嘅字啦，所以唔識係好正常嘅。日本人都有啲唔識嘅漢字咧，反而你識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唔好氣餒啦，接受自己唔係母語者個身份啦。好多時你肯聽肯講咧，基本上99% 嘅日本人都會尊重你啦、欣賞你啦。畢竟你係嘗試融入緊佢嘅社區啊嘛，所以肯講好重要啦。而第二點，我個人感受到嘅係學語言真係冇捷徑嘅。OK， 貪快為咗成績咧，應付考試識嚟學日文，但係到頭來去翻 N1 咧，都係用翻5年時間。所以學緊日文嘅朋友咧，無論自學又好啦，咁學校學都好啦，我建議都係從翻基礎學起啦，千祈唔好行捷徑啦。OK。好，咁今次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先。今次係移居日本嘅第2篇啊，日文篇。而第3集我打算講講返工嘅話題啦，揾工篇啦，又或者話工作篇啦，講講日本嘅工作環境係點啊，點揾工啦。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啦。我係 Lucky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好，なんか実は3年前ね、私が日本語学校に通った時ね、先生はなんか日本語の国際試験 JLPT その中の N1 のレベル最高レベルね、だいたい日本の高校1年生か2年生と言われました。そして今の私の日本語レベルはまあ中学生か高校生か、高校生でしょ普通に。高校生仲係方科仔。係係。